继续来看台南市议会甲澎湖县议会签署着友好交流协定，正式结为姊妹会。市长甲全体议员拢到场见证仪式。 台南市议会和澎湖县议会正式签友好交流协定，双方正式将做盟友。签署仪式由台南市市长黄伟哲担任见证人。未来我们也可以一起跟市政府来推动，包括孩子在教育上面的交流。澎湖县议会和台南市议会将做姊妹议会，是真重要的里程碑。澎湖有上好的海岛环境，台南有上好的文化历史。 含真侪美食，希望在未来会当在咧观光、教育和医疗等等有进一步的交流跟合作。所有的为民服务上面，可能最多的应该是医疗上面的资源需要帮忙哦。正做姊妹会对两地文化保存、观光发展和教育主管导致，拢是政府帮助的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